其實我目標咧，希望可以咧係利用到金句咧嚟到去激勵到女性咧，要繼續愛自己，中意做自己中意做嘅嘢。無論你係好細個，或者上咗年紀，或者咩年紀都好，都唔好低看自己啦。咁然之後，女性嘅力量都係可以頂半邊天㗎。有信仰、有方向、有目標，眼中有光，心中有愛，腳下有路，未來可期。咁啊，非常之榮幸咧，其實100個婦女當中啦，我哋嘅女性亦都邀請咗咧廣州嘅一啲嘅企業家啦，非常傑出嘅女性咧嚟到參與今次呢一個嘅活動。咁啊，雖然咧唔可以親身去答謝佢哋啦，但我都可以非常之感謝佢哋咧係支持我哋香港嘅活動，期待我哋香港嘅姊妹咧可以嚟到廣州當中，可以同到傑出嘅廣州女性咧係作多啲嘅交流。女神節快樂！我希望唔單止300婦女節，我哋愛自己，我哋日日都要愛自己。喺度希望通過女性嘅力量，令世界更和平、更幸福。